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又到人来谈恋爱嘅时间咧，今日嘅恋爱谜面有四句，阿文哥接下来同大家朗读。第一句，物界四方一丘田，物界四方一丘田。第二句，无比无尊水连连，无比无尊水连连，也有拍壳来食水。也有拍壳来食水，没有乌鸦来顺天，没有乌鸦来顺天，也是谈一种文具用品，文具用品哈。有想到係乜嘅嘛？我一下人啊，一下動手用安尼嘅東西咧，看一下答案未帶係乜嘅呢？啊，迄個未帶就係滅盤。黑法係按照滅盤，滅盤就是翻譯嘅砚台啊，筆墨紙砚的砚啊，砚台。其實係筆墨紙砚的墨啊，滅盤啊。咁啊，佢按照滅盤，咁啊按照也是幾年看啊，也講乜嘅四方一丘田，砚台呢是長方形的啦，四角角。好啦，毛筆毛準。它既冇笔筒，冇准呢，但是呢，佢會水連連，水連連當有水，也當傳承啊，講也有拍殼來食水，一個毛筆啊，毛筆哈，毛筆，毛筆拍攝的毛筆，像拍殼像拍殼一樣嘅，拍殼來食水，沒有烏鴉來順天，今日嘅毛筆啊，經過滅絕以後呢？也就變成烏鴉咧，烏鴉打不出來，問一下就順天水咯，也就故所以啊，這樣米帶按到滅盤哦，反正他自家添讚聽熱然後分享也同樣嘅平台咩平台啦，講下按神奇嘅平台，很仔細哦。